大家好，我係家俊 Jason 咧，而家再次嚟到珠海市湖心路嘅五洲嘉賢。我哋而家咧所在係一期啊，先俾個鏡頭睇下佢嘅一期嘅外立面先，已經入住咗接近10年嘅時間啦。但係咧成個外牆咧仲係好新淨嘅。嗱，咁佢由呢度到翻佢嘅腰線位咧，大部分咧係貼咗石材啦，同埋唔同嘅一個瓷磚嘅。園林咧，我哋可以睇到啦，包括嘅物業管理咧就比較乾淨嘅。嗱，亦都有好多嘅古樹喺度啊。呢一個位置咧係佢嘅泳池位，雙泳池，亦都係一個相當長嘅泳池啊。呢個泳池咧，我諗好少開發商咧會做到咁長嘅一個泳池嘅。有成人池同埋係小朋友嘅兒童池。嗱，右手邊咧，我哋過翻嚟咧，小心。過翻去咧，呢入邊咧喺佢嘅每一棟嘅樓下咧都有唔同嘅一個娛樂設施嘅喎。因為一期咧我就比較少入嚟啦，已經全部賣晒交樓入住嘅。佢自己嘅大堂咧係做得好靚嘅，呢個架空啊。咁咧呢個位置咧有啲室內嘅乒乓球啦，所以其實佢係有好多嘅一個設施喺度嘅。五洲嘉賢的確喺呢啲方面嘅交標咧係做得相當好嘅，所以我呢一集咧就帶你哋睇睇我哋一期嘅園林，一期同埋二期啦。睇翻呢邊咧，種咗好多羅漢松同埋古樹啊，呢邊會更加成熟啦。由呢度望翻過去，轉頭咧我哋咧就會入翻去睇一睇3期嘅68平方，同埋佢另外嘅119平方嘅一個大積啊。因為呢一段時間咧賣得相當好，可以講五洲嘉賢呢度2月份一個盤頂咗有部分好多成個片區嘅成交啊！因為佢推出嘅特價單位咧係比較吸引嘅。嗱，我哋可以睇到咧，成熟咗之後嘅1、2期咧，佢嘅古樹園林就係咁靚噶啦。所以我哋可以睇翻未來佢嘅3期、4期。當入住率足夠咗之後，同埋佢嘅園林成熟之後咧，成個小區係真係有一種森林養芭嘅感覺。而家可以睇到我哋物業咧，亦都喺度清潔緊落葉啦。嚟過嚟睇睇啦，行過去幾分鐘就係嘉禾城廣場啦。咁你話佢嘅生活配套，我綜合幾點啦？五洲嘉賢呢度咧高得房率啦，100%嘅得房率。52平方可以對比周邊嘅70-80平方嘅2房，68平方可以對比人哋89平方嘅3房，115平方可以對比周邊140、150嘅大4房。第二個呢，高交標準，全屋幫你做晒所有嘅軟裝，床啦、床頭櫃啦、吊櫃啦、空調啦，廚房呢啲就唔使講啦。幾乎可以幫你做到拎包入住。第三個就係而家嘅價錢啦，50幾平方總價只需要80幾萬，首期12、13萬，月供3000蚊。呢個係好吸引嘅一個價錢嚟嘅。咁再加埋其實佢嘅高得房率拉翻落去佢嘅單價，比周邊呢其實仲要平嘅。第四個呢，就係佢嘅一個所在嘅周邊配套。行路3分鐘有嘉禾城廣場啦，自己有商業軒啦，咁咧或者係去白藤頭嘅海鮮市場買餸啦，甚至係去到金灣華發商都啦。咁對於我哋長者以後養老、退休、度假、醫療設施，幾分鐘就有紅旗醫院，15分鐘以內可以去到遵義五院，我哋珠海斗門區嘅三甲醫院。呢個位置睇翻佢嘅泳池。放咗水嚇，因為而家3月份未放水啫。呢個位置對面咧就係佢嘅3期啦，19、20、21、22幾棟就係我哋嘅3期啦。咁右手邊咧係佢嘅別墅區，別墅嘅品質咧亦都係好高嘅。我哋亦都好多香港嘅客戶咧就選擇咗五洲嘉賢嘅呢度嘅別墅。好啦，我哋而家由翻另外一個門口出去啦。交通行程咧，對於港澳嘅朋友嚟講咧，25分鐘可以去到港珠澳口岸城啊。由呢度直落去金灣，
之後咧就由紅磡大橋一路去翻港珠澳，個時間真係20零分鐘到30分鐘，絕對可以到嘅咧。所以呢個位置又好，或者係行程又好，以前咧可能大家唔係太關注五洲嘉賢呢個盤啊，港澳嘅朋友可能比較少關注咁大家可能嘅聚焦點咧喺坦洲啦、神灣啦、三鄉啦，呢幾個咧係港人重點購買嘅一個區域咧。但係而家隨住網絡，即係信息越嚟越透明、越嚟越發達咧，係仲有珠海仲有好多盤係值得我哋港澳人去了解嘅係咪呢度翻過去樹哥？我哋呢度睇下通到去後邊嘅。所以 Jason 咧就近期亦都係拍攝咗好多我哋五洲嘉賢嘅一個影片，想大家咧就更加去深入去了解呢一個品質高嘅樓盤。你睇下佢嘅地板，10年前嘅用料就已經係做得比較好嘅。嗰邊出樹哥好，我哋咧轉頭咧就入翻去3期睇睇佢嘅樣板間。我見過最實用同埋景觀最靚嘅3房，68平方，大概係760幾尺。我哋而家見到淺藍色呢部分咧，有一半嘅面積係贈送嘅，所以68平方居然可以做到3房。嗱，而家入去睇睇啊！而且咧仲係超高交標嘅雙甲門、3用途嘅密碼鎖。入到嚟咧，呢度身後咧足足同你做咗3米嘅收納櫃。以及係鞋櫃嗱，我哋數下1、2、3、4、5、6、7、8扇門深度亦都係足夠嘅咁另外之後就成個走廊空間咧都仲係比較舒服嘅，唔會話好窄好逼仄入去睇睇廚房 L 字形嘅佈局，雙星盤嘅，有玻璃窗，廚櫃3件套全部都幫你做好咗啦。呢個位置咧可以擺雙門雪櫃嘅，68平方擺雙門雪櫃。而家呢一個單價咧，高峰嘅時期，以前嘅備案價我記得最早期佢喺臨時搭建嘅示範單位係賣到170萬嘅，而家可能係110幾萬、120幾萬，你就可以攞低佢啦。咁我哋再嚟睇下佢嘅飯廳啦。飯廳而家擺放咗標準嘅4人長形餐台。隔離嘅過道咧，都係表現得相當充足嘅，好闊嘅。咁我哋由呢一個位置，成面嘅背景牆，以及呢2塊嘅背景牆，邊框、門框、鋁合金嘅一個踢腳線，全部都做好咗，都係交標。所以你入到嚟間屋唔會有一種白曬曬嘅感覺。中央空調，大金牌嘅。客廳係一個分體機，另外3間房咧都係贈送空調嘅，感受下佢嘅一個整體嘅空間先。其實客廳位咧好舒服嘅，成個距離感咧有3.5米左右啦。燈都幫你配埋嘅啦。咁出邊咧就係望住我哋小區嘅園林以及係白藤湖嘅景色啦。當然啦，我哋前方咧以後會仲有起樓嘅。到翻河堤最盡嘅地方至起樓各位觀眾朋友。咁就算你買嘅層數唔係太高咧，都可以望到佢成個小區園林，因為呢度前方所有嘅地塊咧都係起別墅嘅啫，4到5層高嘅別墅嘅，以及係佢嘅園林啦、花園啦同埋流動之間咧，你仲可以望到呢個白藤湖嘅一個景觀。呢度過去幾分鐘咧，就係我哋珠海最出名食海鮮嘅地方。白藤湖海鮮市場啦，咁包括我哋以後呢一個陽台嘅觀景面咧，都會好舒服嘅。而且呢一棟咧係現樓，你可以即刻交樓噶啦，唔需要話有你要等待嘅時間。嚟翻洗手間啦，我入埋去淋浴區，你哋感受下，成個空間68平方係做得好闊落嘅，智能馬桶呢個位置嘅玻璃窗已經全部同你做好咗呢一個嘅磨砂啦，隱私度亦都係足夠高嘅，鏡櫃亦都係做好咗嘅，同時呢一面鏡櫃都已經幫你做好咗。你睇下佢洗手間成個空間係好舒服嘅。頭頂咧係有一排
排氣。入翻嚟咧就3個房，先睇第一個房，朝東嘅呢個房，日出嘅時期，由呢度可以睇到毫無遮擋嘅一個景觀啦。咁咧1.5米嘅雙人床啦、電視櫃啦、吊櫃啦、空調啦、雙門嘅衣櫃咧，全部都幫你做好咗啦。你呢度只需要買床單、枕頭，你就搬入嚟住啦。咁啊全部配齊嘅。嚟翻第二個客房，第二個客房咧，由呢一個位置嘅書台位、床，呢啲位置仲可以做收納櫃嘅，呢啲位置仍然係一個收納櫃位嚟嘅。咁我哋背後咧，亦都係一個衣櫃嘅位置啦，空調都有埋㗎啦。咁其實真係2間房攞被單執件衫入嚟就可以住㗎啦，完全係拎包入住嘅。最後嚟到主人房，一入門呢度幫你做好咗個大衣櫃，2.5米嘅一個闊度，到頂㗎啦。同時亦都係做咗個中央空調分體機嘅。呢張1.8米嘅雙人床咧，仲可以放2個床頭櫃，一面嘅大玻璃窗㗎啦。呢一面大玻璃窗咧，望出去景觀咧，其實係好舒服嘅。樓下我哋嘅4期咧，園林咧都差唔多做好啦。咁另外有52平方啦，同埋88啦、89啦、98啦，就係喺我哋4期嘅29棟。咁佢嘅收樓期咧就會比呢一棟咧就多1年時間。呢一個咧就係一個純現樓嘅狀態啦。呢段時間係賣得相當火爆，因為佢有公底房推出嚟啊嘛。我哋而家咧過埋去睇埋佢嘅119平方嘅4房呢個戶型。嗰個亦都係好吸引嘅，咁嗰個實用面積同埋個價錢性價比呢個係119平方嘅大4房啦。首先入嚟咧，呢個空間咧完全贈送嘅，呢個面積電現係贈送嘅，已經幫你做好咗呢一個玄關位啦。我哋成個實木顏色嘅一個玄關架幫你做咗喺度，呢度就有一面 L 字形嘅大玻璃窗，所以成間屋好光猛、好通透。過翻嚟咧，飯廳嘅位置擺6人嘅長形餐台，過道咧仍然係好舒服嘅。呢啲護牆板全部幫你做好晒啦，防潮防霉，雙天花設計。飯廳有自己嘅獨立天花，客廳有自己獨立天花，中央空調交標，大金牌嘅。入翻嚟廚房先，其實我覺得個廚房顏色搭配咧係做得好好嘅。呢啲位置咧係用咗個深棕色嘅，同埋你只要過到嚟，你摸下佢嘅手感，佢嘅質感咧係做得相當好嘅。呢啲位置你關門嘅聲咧都好厚重厚實啊！呢個雪櫃位就隨便擺啦，雙門嘅雪櫃輕輕鬆鬆啦，所以成個廚房咧女主人咧一定會好中意嘅。出翻嚟客廳啦，哇！呢一個客廳講真啦，119係真係好闊嘅啦，成個空間出邊啲140都真係唔一定有呢一個得房率啊！做咗個雙天花啦，中央空調啦，吊燈都配埋俾你嘅，你睇下幾細心啊！電視背景牆、沙發背景牆幫你做好晒㗎啦，你買家私你就搬入嚟啦。過翻嚟咧就係陽台啦，落地大玻璃啦。望出去都係朝東睇白藤湖嘅景色啦。就算以後園林景都會好靚好舒服嘅。入去睇下佢嘅休息室先，4個房100%嘅得房率，過渡位置同埋客房同樣幫你做晒藝術漆嘅設計。呢啲就係成本啦。第一間客房都係朝東嘅，可以擺2個床頭櫃，咁側面做到頂衣櫃係冇問題嘅。一個全尺寸嘅飄窗台啦，大概成間房有10到11個平方啦。呢啲空間係好舒服㗎啦，咁123尺啊嘛。嚟第二個客房咧，呢面係朝西南嘅，所見到嘅都係交晒俾你㗎啦。雙門衣櫃啦，大書台啦，呢張書台你睇下，1米8闊地㗎啦。雪櫃唔好意思空調吊櫃，1.5米嘅雙人床。呢啲位置，呢間房拎包入住或者做個書房啦。
啊，過翻嚟先睇呢間，隔離係主人房嚟嘅。呢間其實佢每個房都好大嘅。呢間房咧就望翻我哋嘅一二期別墅啊啦，望出去冇遮擋嘅，好舒服嘅，冇嘢遮擋到你噶啦。你睇下呢間成間房12、13個平方，一入門幫你做咗2個到頂嘅衣櫃，側面咧亦都可以做一排衣櫃嘅，中央空調嘅。嗱，全部幫你做咗背景牆啦、藝術漆啦，同埋呢隻深棕色嘅實木地板膠標啊！你嚟到你就感受到佢嘅膠標係有幾高嘅。過翻嚟公共嘅洗手間啊，同樣係方方正正好闊落嘅。喺呢啲地方仲幫你做好咗放洗頭水、放沐浴露嘅一個衣架啦，係咪先？咁我哋唔需要自己轉牆啦，或者係掛到好亂啦，即係佢俾人哋一種好簡潔舒服嘅感覺。最後咧就嚟到主人房啦，一入嚟4線嘅大衣櫃啦，足夠深㗎啦，真係呢啲做標準衣櫃嘅。不得不再提嗰條走廊咧，行過嚟咧過渡咧好舒服嘅。先睇公共嘅洗手間啦，智能馬桶做好咗3面嘅鏡櫃，呢啲鏡櫃都完全做好晒㗎啦。嗱，入邊咧同樣啦，幫你做咗我哋放生活用品嘅一啲咁嘅櫃啦，成個空間係好舒適嘅。所以即係呢個得房率咧，如果呢隻產品擺喺市區咧，哇！佢個定價同埋佢嘅成個品質咧，一定係好搶手嘅。全部背景都幫你做好咗啦，牆頭牆尾都做好晒。側面同樣係有2線嘅大衣櫃，中央空調做埋藝術漆啦，大玻璃窗，其實真係優點多過缺點啊！好老實講啦，真係佢嘅優點係相當之多嘅，唔係話我好黑 sell 5周加言，但係即係 Jason 拍過好多樓盤，對佢嘅交標，對佢成個品質，對佢嘅一個園林，係真係人哋好用心做呢一個品牌嘅，所以佢稱之為湖心路嘅 No.1 豪宅，實至名歸，係咪？而且呢個主人房超大嘅空間，所以即係喺我哋今日睇咗2個戶型當中，我覺得都係好實用，同埋咧而家有14000幾嘅一個公底貨，咁你總價170幾萬到180萬之間，20零分鐘到港珠口岸城。過往喺坦洲隨便買套3房都要170-180，但係而家呢一套係真係可以秒殺145平方嘅高標準高交樓標準嘅豪宅，仲要係現樓所以即係有對呢個樓盤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 WhatsApp 俾 Jason 咧 send 更加多嘅資料俾你哋啊。好啦，呢集到呢度，下期再見啦，拜拜。